马上直播啊，家人们，先别着急，先亮一下我老公给我买的520的礼物。哎，看到没？是不是跟我白天我晒的那个衣服差不多？可厚了这个啊！买了一双鞋子，不过这双鞋子挺舒服的，这种就是可软了这种鞋子。我老公说，哎，这个衣服还得配草帽，我可没草帽，配啥？配这个，这后边这种沿是干啥的？这不配。你戴那帽子跟二傻子似的。你还跟二傻子似的呢。这衣服老厚了，那配啥呀？就这么穿吗？就这样穿啊？配个包，带个包。